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速度是愈来愈紧。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全台湾22个县市超高龄的搁增加2个，就是基隆市甲屏东县。这2个所在65岁以上的时代占总人口2成以上。台湾有超过1/4的县市，即马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 基隆里面活动中心一寡长辈倒伫诊疗床，当伫拍送经路，都连社区大楼外嘛四界看到长辈当伫开讲，差不多真罕的看到少年人。我们也75岁了左右了，所以说我发现我们这边的高龄很多了。如果人口老化的话，相对他们的压力也变大嘛，变成一个年轻人要养好多个老人。基隆市民的烦恼不是无道理。以内政部统计数字来看，因为少子化影响，今年基隆市总人口都有2成拢是65岁以上的长辈。基隆市政府推出专人关怀来因应超高龄人口结构。最高的目标就是达到共融，让长者在他最后的这一个比较高龄的阶段，他在生活方面、社会参与方面都能够很顺畅，没有障碍。其实，咱台湾伫2022年都已经有4个县市是超高龄社会，包括嘉义县、台北市、南投县、甲云林县。今年佫新增加基隆市、甲屏东县，等于是这6个县市每5个人都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 老年人他越来越多了，越需要在这个区块有没有给老年人更多的讯息啦、活动啊？一寡屏东县民有感受到人口老化，专家提醒，台湾有超过1/4的县市是走入超高龄，爱积极发展 AI， 也是数位转型，才当解决少年劳动力市场欠缺的问题。另外，政府财政税收逐年减少，这原来是考验。因为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它的税收可能因此而减少。 另外一方面呢，它要花在银发族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社会保险或社会救助的支出会增加，所以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一个财政。专家预测，咱台湾可能还未2025年超高龄社会都会提早报道，未来研发产业加幼儿青年产业结构可能有变化，呼吁政府爱量在因应。记者综合报道。